造我的耶和华，是你救赎了我，帮助了我。你曾替我的名呼召我坚定回应，永远属于你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；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行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，为荣耀的创造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；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行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，为荣耀的创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读的圣经是在哥罗西书第2章第11节到第15节。昨天我们已经看了哥罗西书第2章的前面，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。在第2章的第1节到第7节提到基督是一切智慧的钥匙。保罗虽然没有跟哥罗西的人见面，但是他在灵里面非常的挂心，他希望哥罗西的信徒能够以爱心团结，并且能够拥有充足的信心。保罗告诉他们，上帝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。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上帝的奥秘。信徒的生活应该以基督为中心，在基督里面扎根生长。第二段是在第8节到第10节，保罗提醒信徒不要被虚妄的哲学和世俗的小学所掳去，因为这些学说都来自人的传统，而不是基督。他强调，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具体的在基督里，信徒只要与基督连结，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，不需要再透过其他的神秘仪式或天使来补足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11节到第15节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圣经。第11节，你们已经在基督的生命里受了割礼，这割礼不是人为的，而是他使你们摆脱肉身罪性的割礼。因为你们受洗礼的时候，你们是跟基督一起同埋葬，
你们受洗礼的时候，也借着信那使他复活的上帝的作为，跟他一同复活。从前因为你们有罪性，又是没有法律的外邦人，你们在灵性上是死的，但是上帝使你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，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取消了那对我们不利、法律上束缚我们的罪债记录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毁掉了它。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亲自解除了那些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，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公开示众。我们首先来看第11节，这里说到，你们已经在基督的生命里受了割礼，这割礼不是人为的，而是他使你们摆脱肉身罪性的割礼。在这里，保罗强调，当时犹太律法者的外邦人必须受割礼才能够算是上帝的子民，但是保罗把它提升，因为保罗认为犹太人的割礼是人的手所做的，他割除的是肉体，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动的属灵的手术。第二个，脱去肉身的罪性。在这里的脱去是指的是把一件肮脏的衣服彻底的剥掉并且扔开。基督的割礼不再是切除一小块皮肤，而是整个人类堕落的罪性都被彻底的剥除。所以我们不再需要犹太人的割礼来证明自己是属于上帝的，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连整个犯罪的旧生命都已经被割除了。接着我们看第12节到第13节，这里说，因为你们受洗礼的时候，你们是跟基督一同埋葬，你们受洗礼的时候，也借着信那使他复活的上帝的作为，跟他一同复活。从前因为你们有罪性，又是没有法律的外邦人，你们在灵性上是死的，但是上帝使你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，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保罗接着用洗礼来诠释这个属灵割礼的发生的一个过程，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的仪式，而是一个属灵的 DNA 的重组。首先是一同埋葬，当信徒全身浸到水中的时候，象征的那些属于肉体充满罪性的旧我，已经跟着基督一同放进了坟墓。死人是不会受到律法控告的，借着死，我们与过去的罪恶世界彻底断绝。接下来是一同复活，当信徒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，而是借着那使他复活的上帝的作为。上帝怎样用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也怎样叫这个灵性已经死亡的外邦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救赎不是改善旧的生命，而是让旧的生命死掉，并赐下一个与基督联合的全新的生命。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，取消了那对我们不利、法律上束缚我们的罪债记录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毁掉了它。这个罪债记录在当时的时代，当债务的人欠债的时候，他们会写下一份由自己签名或者是盖印的字据。这份字据在法律上对这个债务人是非常不利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罪证的一个控告书。那什么是我们的字据呢？那就是上帝圣洁的律法。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，因为律法上的每一条规矩都变成我们签名画押，证明我们自己该死的罪债记录。而上帝的作为是取消，第一个，取消上帝把我们的罪债彻底的擦掉、涂抹掉。第二个是钉在十字架上。上帝不仅擦掉这个罪，而且还把这张字据拿走，钉在十字架上。
所以当时罗马处决犯人的时候，会把犯人的罪状钉在十字架的上面。但是保罗说，在属灵的真实里面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控告我们的法律字句。所以从这节经文当中，我们学习到，当基督死的时候，他承担了那张字据上所有的诅咒和刑罚，而这张字据已经被撕毁，已经失效了。既然罪债已经清偿，谁还能够借着律法的条例来控告你，来束缚你呢？接着我们看第15节，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亲自解除了那些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，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公开示众。当时哥罗西的异端非常惧怕这些新秀之灵，还有在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。他们认为需要靠着特殊的知识或者是拜天使来求得庇护。但是保罗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第一个是解除武装，基督亲自解除了我们的武装。这个词跟我们在第11节所看到的脱去是同一个字。魔鬼控告信徒唯一的武器就是那一张证明我们有罪的字据。当基督把字据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魔鬼就失去了控告的合法依据。所以基督就等于把他们的武装彻底的剥除，让他们一败涂地。第二个是凯旋游行，这节说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当中的俘虏，公开示众。当罗马将军立下大功的时候，罗马城会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游行，将军会坐在战车上面，而那些被击败的敌国的君王将领会被剥光衣服，绑住双手，走在战车的后面，在全罗马市民的面前公开示众，承受极大的羞辱，证明他们是彻底的战败。所以这一节提醒我们，那些哥罗西人他们所崇拜或惧怕的这些灵界的势力，在十字架上早就是基督战车后面被拉着游行的战俘。所以我们既然与这位凯旋的基督联合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拜那些战败的俘虏呢？总结我们今天所读的第11节到第15节，我们看见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3重的保障。第一个在生命上，就是在第11节到第13节所说的，我的旧人已死，新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。第二个在法律上，我们的罪债已经被擦除了，那些控告我们的字据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第三个是在灵界上，那些控告我的魔鬼仇敌已经被解除武装，公开示众，彻底的战败。因此当信徒在基督里是全然的自由，是完全的得胜，是彻彻底底的安全。任何要求我们在基督之外加上这个条例或者是那些礼仪的这些教导，都是在贬低十字架上这个完美的胜利。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，在第15节，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亲自解除了那些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，把他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公开示众。我们只要靠着基督，我们就可以全然的得胜，我们可以全然的得到自由，因为基督已经解除了那些掌权者的权势。我们靠着基督，我们不需要再遵守，再需要其他的条例或者是其他的礼仪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不只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彻底的击败了这些辖制我们的权势。求你使我们不再活在恐惧当中与控告当中，而是能够站在真理当中，活出自由、感恩与荣耀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你在沧海
海中开道，大水中开路。你在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我们是你的见证，你拣选的肯拿，心事正要成就。你在沧海中开道，大水中开路。你在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我们是你的见证，你拣选的看哪，心事将要成就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，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行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，为荣耀的创造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，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行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，为荣耀的创造。看我为宝为尊，